大家好，我是打拼靠家己上课较认真的林基珍。我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知识是：你有偌满足的生活中的边际效应。这个经济学内底的边际效应啊，有听过的人请举手。真好，有的人无听过。那安尼呢，就互我这个经济系学生来为大家介绍。较早有一个足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做艾登·史密斯，伊捌讲过，经济和咱的生活真有关系。是有啥物关系呢？就和你拄则这个中岛长有关系哦。我甲伊号做地脑堂经济学。若是讲你今仔日中岛长去7买地脑堂，你平常时爱食3粒地脑堂才会饱。今仔日拄啊好7的地脑堂咧，买1粒送1粒，哇，真正是赚到！你就摕到6粒地脑堂呢，哦，有够赞的啦！即马你就要开始食这6粒地脑堂哦。伫遮，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迄就是你食每1粒地脑堂的满足的程度，敢拢有共款呢？你若是感觉拢共款的人，请帮我举手。好，无人，安尼是毋是就代表大家拢感觉恁的满足的程度会改变呢？无毋对，满足的程度就是会改变哦。是安怎讲呢？咱即马就来帮食入面的电脑堂拍分数，就会知影哦。这个分数代表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加食1粒电脑堂，你的满足的程度会增加偌济。你一开始拢也袂食物件，哦，腹肚真枵，所以食第1粒电脑堂，你就会感觉哦，有够好食的啦。满足的分数，咱就予伊50分。食第2粒电脑堂食入去，嘛是真好食呢。但是咱拄则已经食1粒啊，所以即马你就无遐枵啊。咱就予伊比第1粒搁较加1点仔的分数，予伊30分。第3粒食入去，那像无遐好食呢。因为即马你已经食饱哦，所以满足的分数咱予伊20分就好啊。好。即马你已经食饱嘛，你就感觉真满足啊！毋过今仔日拄啊好咧买1粒送1粒嘛，第4粒无食，真讨济。好啦，搁食1粒，满足的程度予伊5分就好啊。第5粒，哎哟，搁叫我食吼，我应该有3个月无想要搁看到这个地脑堂啊，所以满足的分数咱予伊0分。第6粒，哦，搁食落，我真正是只吐出来。所以咱就甲伊倒扣10分。好，经过拄则这个地脑堂的例啊，其实咱已经学到啥物叫做边际效应啊哦。伫经济学内底啊，这个边际效应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加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，你增加也是减少的效应有偌济？听起来真困难对无？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加食1粒地脑堂，你感觉满足的分数会增加，也是减少偌济分？其中啊，这个边际意思就是讲，你加食1粒，加增加1个意思。这个效应的意思啊，就是讲你的满足的分数会增加，也是减少偌济分啦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就想要来甲大家考试哦。想要问大家第1个问题，看大家敢有认真听。第1个问题，边际效应是为啥个角度来看呀？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呢？你若是感觉是生产者的人，请帮我举手。好，你若是感觉是消费者的人，帮我举手。无毋对，大家拢做认真听咧，答案就是消费者哦。因为拄则去买地脑堂的人就是消费者嘛。你嘛当甲即个地脑堂啊，或者是苹果，也是便当，任何你想要食的物件拢会使。你若是食愈济啊，你感觉满足的分数就会愈来愈加，这就是用到边际效应的概念哦。刷落来第2个问题，你食愈济地脑堂，你感觉满足的分数会愈来愈悬，也是愈来愈加呢？你若是感觉愈来愈悬，请帮我举手。你若是感觉愈来愈加，人帮我举手。无毋对，就是愈来愈加啦！大家拢是真好的学生呢，因为你食到后壁，你的满足的分数就会愈来愈加，你就食饱，无想要搁食遐个物件嘛。所以这就是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。好，
既然拄则大家拢遐尼认真、遐尼厉害，我就想要来出一个和恁的生活有关系的情景题，互大家晓看卖，这个边际效应减少，佫会当用伫啥物所在呢？有一天，这个阿兰啊，和伊的男朋友谈恋爱，刷落来，因就约好哦，有够赞的，要去这个动物园佚佗哦。啊，因约伫倒一天呢？约伫情人节迄天，所以阿兰伊就爱甲这件代志记起来哦。我和我的男朋友伫情人节迄天要和伊去动物园，好，这件代志记掉的哦。好，即马想要请问大家讲，这个边际效应减少，佫会当用伫以下啥物所在呢？是第一个出去耍，也是第二个记物件，也是第三个谈恋爱呢？我即马就来请问这位水姑娘，你感觉会用伫以下倒一个呢？第一个好，另外一位水姑娘，你感觉是安怎咧？第三个拢有哦，你真正是有够赞的，水姑娘有够赞的。这个答案就是这三个所在拢有用到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。是要安怎讲呢？你若是今仔日出去耍啊，你头一摆去动物园，你就感觉哦，做都好耍的嘛。啊，毋过你若是去共一个所在，去愈侪届，你是毋是就会感觉哦，足闲足无聊的？你想看卖，若是今仔日你的男朋友，逐届拢带你去动物园约会，哦，头一届去动物园，第二届、第三届，你是毋是就足想要？毋是要和伊测试，足想要去别个所在约会嘛？所以就是讲，恁若是去共一个所在，去愈侪届，你会感觉满足的分数啊，就会愈来愈加。这就是用到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。若是讲到记物件的话，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一个物件叫做袂记一个曲线？这就是讲，今仔日阿兰啊，甲伊要和男朋友去动物园约会，伫情人节迄天，这件代志记起来。啊，毋过过一阵啊，伊竟然就会袂记一去啊呢。所以电脑柄来讲啊，伊若是记共一个物件记愈侪届，伊就愈袂记一去哦。真侪人嘛，甲即个道理用伫咱读册顶面啊。就是讲，你若是读册时阵学习一个物件，学习愈侪届，是毋是就愈袂记一去，对无？对，这就是用到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。刷落来要讲一个大家拢做好奇的问题，和谈恋爱有关系。今仔日啊，才有三个查某囡仔，头一个是你的初恋阿花，第二个你的第二个女朋友阿美，第三个你的第三个女朋友阿华，谁你会上歹袂记一去呢？我就来请问这位缘投仔送，你倒一个是你愈袂记一去的？阿辉啊。哦，对，阿辉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辉啊是你的初恋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头一届谈恋爱，你就会感觉哦，有够享受的啦，做赞的啦。所以是毋是和咱拄则食地卤卵同款？你食第一粒的时阵，你的满足的程度是上悬的。所以这就是讲，这嘛是用到边际效应减少的道理啊。好，刷落来嘛是和谈恋爱有关系。你敢会感觉讲，和你的男女朋友做伙久啊？你就感觉哈，我是毋是无爱伊啊？恁敢会感觉安尼？我有看到有人有点头哦。对，这嘛是因为边际效应减少所造成的啦。是要安怎讲呢？因为你伫付出同款的爱到一段时间了，也就是这个热恋期结束了啊，你就会感觉哦，我付出的爱，哎哟，真忝呐。所以这嘛是用到边际效应减少。有一条歌叫做《爱情经济学》，嘛有讲到这个道理哦。好，拄则拢是讲到边际效应减少的咧。即马我想要问大家，边际效应敢会增加呢？恁感觉是 A 还是 B？ 感觉 A 人请帮我举手。哦，真侪人拢举手，这就代表恁拢是即个做经济学的即个天分啦。哎哟，答案就是 A 哦。是安怎讲咧？就是讲即个伫遮我想要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真趣味的例，迄就是叫做艺术的心美。要讲这个艺术的心美啊，就要为一个伫康奈尔大学教艺术的阿卡教授来讲起。伊知影伊的学生拢较喜迄种较有名的作品，
所以伊想要知影讲，即个心理啊，是毋是后天会当改变的？伊就甲伊的学生分做两组，头一组和平常时共款正常上课，第二组啊，大概上课之前，伊拢会互伊看一幅较无名的图。经过一个学期落来，伊就办一个投票，伊想要知影遮个学生艺术的心理敢有互改变。结果啊，遮和平常时共款正常上课的学生，当然是无改变啊，因拢较喜欢遐有名的作品，因为因无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嘛。啊，若是遮逐工上课拢有看一幅较无名的较无名的画同学呢，伊竟然安尼逐工看出感想来啊呢，伊拢开始较喜欢遐无名的作品哦。所以这个时阵，阿卡教授就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讲。这个心理啊是后天会当改变的，而且若是一个社会当中的领导者决定讲啥物是水，而且把这个水的观念一直传予大家知影，这个时阵啊，大家就会感觉讲哇，这个物件是水的。这就是用到边际效应增加的概念，就是讲每增加一个人感觉这幅图真水，水的观念就出现啊。所以咱的学生是毋是就和这羊仔同款？第一只羊仔讲这幅图真水，第二只、第三只哦，因拢嘛讲这幅图真水。所以这就是咱平常时常常听到的羊群的效应哦。好，所以为我拄则讲的，咱是毋是就会当知影讲，这个经济真正和Adam Smith讲的同款，和咱的生活真有关系咧，对无？好。啊，为这个边际效应减少，佮有边际效应增加，咱嘛会当为当中得到一寡人生的道理呢？是要安怎讲呢？为这个边际效应减少啊，咱会当知影讲，物极必反，行伫稳定的路当中，才当行了久，行了远。这就是大好大坏，无好无歹较常在。主持人。